会当来敬拜上帝。好，请咱甲咱的手机啊，甲转做震动，也是关机，互咱会当专心，会当来敬拜主，会当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请奏乐。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歌学乐伊的名的荣光，用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着对上帝讲：你的所做到遐通行，因为你的大权能，你的对德要降服你，全地要敬拜你，吟诗学乐你，要吟诗学乐你的名。这是咱来吟圣诗308首，阮要唱歌来学乐，阮要唱歌来学乐，请起立吟全首。请咱由原徛地用四道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人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舞，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请咱三甲来启用。今仔日的启用文是第45篇，1081页。启用文45篇，1081页。至圣者问：恁有啥物人亲像我？有啥物人通甲我比？恁举目看天，啥物人创造这的星？一声。
是上上主主，，伊调集万军，圣因的效业，伊一个一个点因的名，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无一个无来。雅各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上主无看到我的困境，以色列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上帝无关心我的诉愿，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你敢毋捌听见？伊是全地的创造主，伊袂夜，也嘛袂先。伊的地位无法度了解。亚先的人，伊互因有关系；软者的人，伊甲因加添开力；少年人拢为亚先。勇壮的人嘛会跋倒。一声，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定心得到开力。因会像鹰鸟体息飞悬，因行袂野，走袂先。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要学了你。主啊，因为你创造这个天，创造这个世界，佮将万物想事，互你创造的人类，你所疼的人类，阮要向你献上感谢。伫这个大环境常常咧变化，但是阮知上帝你是阮的引带，你是阮的气力。上帝，你掌管过去、现在甲未来，阮真放心，将阮的未来所有一切的事，拢交托伫主你的圣手。因为主，你是阮的倚靠，你是阮的石盘，阮嘛要向你来认罪。主啊，阮有的时阵常常靠着阮家己，无来找求主你的旨意，常常倚靠阮家己的气力，嘛常常对人有一寡的论断甲批评。阮求你赦免阮，嘛求你找你的圣神会当来帮助阮，互阮的喙会当讲出迄个会当帮助人的话。会当造就人的话，会当讲出上帝主啊你所要阮讲出的话，会当真做周围人的祝福，会当互阮的生命改变，互阮的生命改变，互人会当看见主阮是上帝你的囝。求圣神亲身来帮助阮，你嘛来感动阮，互阮的内心会当知阮有啥物得罪上帝，你亲身来感动阮，互阮会当认罪悔改。来到上帝主你的面前，会当常常会当举起阮的手，为着阮家己，为着阮厝内底的人，阮所徛起的城市，阮的国家，阮的教会，拢来献上阮的祈祷，互阮常常祈祷无煞，将一切的事拢交托伫主你的圣手。阮为着阮今仔日早天的聚会，对头甲落尾，特别求你允果伫红牧师，祝福伫中台教会。主啊，因有新的即个建堂。主啊，需要即个募款，求你亲身会当来帮助因，因为你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你确实必供应。感谢主你，求你的圣神亲身运行做工，伫阮第一场的聚会当中，主啊，互阮来当领受上帝你的话语，真做阮的气力，阮的帮助。求你赐阮能力，互阮会当做出改变，行伫上帝下意的道路。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报告的第一项本主日是中泰教会的主日，咱要欢迎洪牧师，因有带领因的团队，所以咱请迄个中泰教会嘛有兄弟姊妹来到阮的当中来聚会，咱请牧师甲迄个中泰教会兄弟姊妹，咱拢一厝内底一家人，咱拍扑仔来欢迎因。我有一摆经过我讲我桥迄边开起一间遐尼水的教会对，感谢主迄个所在实在是真好的所在咱因嘛伫1楼的广场遐有产品的预备所以等下咱第一场的礼拜聚会了后咱会当到1楼的广场遐来宣告嘛请兄弟姊妹踊跃为因来奉献加代祷。第二点，本会7月22号拜六早起9点半到11点半的家庭的探访，探访的家庭甲探访的牧长请咱家己看咱有需要一个报告要延期吗？
哦，对，安尼要延到7月29。哦，好。安尼经正吼，因为后礼拜咱迄个油工吼，伫遮9点有迄个毕业典礼，所以咱迄个中级的探访吼，咱要延到后礼拜7月29。请迄个要探访的家庭甲中级来注意吼。咱搁讲一遍吼，即个中级的迄个探访，咱改到7月29。7月29。后礼拜是迄个油工幼儿园的伫遮有毕业典礼，再去9点。第3点，若有报名参加后礼拜7月23中级会中级同工，当日的中昼12点50伫教会集合，咱1点要准时出发。若要自行前往的，就免集合，会当家己出发。咱即届是伫美浓的即个曼飞幽景，即届中级会要伫美浓遐来举行。第4小点，请主日若骑奥多摆到教会聚会兄弟姊妹，伫广场遐停车的时阵莫入中条甲扫即个龙头因为东港因若要刷位安尼会较好刷。第2大点，具体的消息拄有报告过，油工幼儿园咱第41届的毕业典礼要伫后礼拜6，就是7月22号上午的9点伫咱的教会2楼主堂来举行。那合作社的消息，社员的即个消费性的加利率的贷款15万，利息是1年3.6%。那你有在职的军公教也是警察的贷款有30万，利息嘛是1年3.6%。咱即个要申请拢伫11月30进前来查址。第3点，社青甲学青甲儿童的牧区，要伫8月初5拜6的下晡4点半到8点，伫敬拜中心举办。咱顶回有举办过即个木木亲子嘉年华，因为顶回举办的迄个效果真好大家嘛拢希望讲会当搁举办所以咱伫8月初5会搁举办一遍。伫活动的内容有食的，甲福音解签甲一寡白的即个农牧的产品，甲草地音乐会，甲摸彩。咱现场要使用迄个原油券来消费，无接受现金。那费用是250块。那今仔日开始咧预购咱优惠有200块但是敢若有120张所以要买的兄弟姊妹请即个你会当区长遐也是办公室遐去做迄个报名甲购买。第3点，即个教界消息，咱请牧师。咱即个中华平安基金会8月12拜6伫下早时8点到下晡5点半是8月13 12点半到下晡的5点半有举办志工基础甲迄个正解的教育认证的训练这是会当得到迄个志愿服务的记录册佮志工时数的认证地点伫高雄宣教中心，费用200块。像这若有一款的较无愿意要做训练，会当参与伫志工的会当伫本主日前甲咱的办公室报名。以上。这是咱来恭守上帝的话，今仔日的。早起除了中台嘛有迄个头一遍来兄弟无？若有请举手好无？无啦好。这是来恭守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的话是伫约书亚记第4章，咱要对20节看到24节。白话语是246页，台语和日本234页，和本是267页。约书亚记第4章，咱要对20节看到24节。约书亚记第4章20节。因对约旦所摕迄12块石，约书亚就徛伊伫吉甲，就对以色列人讲：日后恁的子孙问因的老爸讲，这石什么意思？迄时就着报恁的囝知，讲
以色列人捌行大地过迄个约旦河，23节。因为耶和华恁的上帝伫恁的头前，互约旦的水打去，听候恁过来，亲像耶和华恁上帝前伫红海所做一样，就是互伊伫咱的头前打去，听候咱过来。24节，要互地上万百姓拢知，耶和华的手有大能力，嘛要互因永远敬畏耶和华恁的上帝。愿上帝的话点伫咱的心内。这是咱要学了，请上年圣歌队。这是讲道咱要邀请中泰教会洪牧师，伊今仔日的讲题是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牧师三礼拜无伫的真欢喜
会当各甲大家三甲敬拜上帝吼。3礼拜久吼，上帝拢保守吼。不过倒来家己的所在真好吼。咱台湾一句话讲吼，低收毋达到高收稳吼。伫温哥华吼，空气真好，温度真好，毋过吼日头足长，18点钟吼，日时足长，所以吼去时差拢调袂过来。倒来咱遮吼，虽然真热吼，毋过拢无时差吼，就拢马上就恢复吼。所以上帝互咱无共款的所在，咱就是爱适应吼，适应的所在就是好所在。所以咱伫这个所在吼，甲你的隔壁讲，咱这是好所在。感谢主吼，上帝虽然互咱伫遮有较炎热，毋过咱感谢上帝，阁有冷气哦。今日吼是咱中泰教会为了建堂来募款的主任吼。中泰教会伫倒知影无？毋知影举手。吼，可能毋知影。中泰教会吼，即马上明显的所在就是伫咱即个要去元中港吼。迄个桥头十字架吼，悬悬收高久吼，真明显的所在。感谢上帝吼，中泰教会上帝带领互迄个洪牧师伫遮尽量做工透过因甲中集兄弟努力吼，毋但会当去买一块地，买地就诚贵吼，买地即嘛佫起吼，佫起了较水吼，所以。互因有足大的信心吼，毋望即个教会伫迄个所在诚做一个金灯台，就要伫迄所在吼。咱今日特别请牧师伫遮讲道来分享因的见证，希望咱会当尽力来参与吼。会当参与伫见证的时间，这是足大的福气吼。因为见证是撒旦魔鬼。上界爱主动，表示即个上帝看做上界要紧，毋望咱透过今日的分享，咱会当来参与吼，有一帮也有义卖吼，请咱会当踊跃来支持咱的厝边吼中泰教会。咱欢迎黄明宪牧师来分享上帝话。各位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有这个机会，甲咱大家三个分享上帝恩典伫中泰教会所成就的一切。我相信咱中泰教会伫咱以前就伫咱隔壁吼足近的所在，所以我相信足侪人应该拢知影阮旧的教会伫倒。这是阮的教会伫庆祝33周年的时阵，阮的一个感恩的礼拜。就亲像牧师所讲的，阮教会徛起伫迄个所在，阮就无过有什么样子的秘密啦吼。因为这侪教会，阮拢去的时阵，拢做对阮做神秘的吼，拢想讲阮是中国甲泰国的教会啊吼。我毋是，所以恁对阮做了解，特别咱的牧师吼，阮咧起建，阮拜堂咧起的时阵，应该是逐工拢看到阮教会。咧成长吼，对无甲有吼，伊逐工拢经过吼，所以对阮教会上了解，差不多就是咱的陈牧师吼。感谢主，我想阮今仔日募款差不多是第78间的教会，吼78间。其中有4间教会是阮带部分的兄弟姊妹出去尔听，其他拢是阮全教会出去啦吼，所以。阮大门就关起来 ，OK， 阮就出来吼，总是阮欢喜即款的服侍，因为会使每一个人拢参与，所以阮等者，阮伫1楼的所在有真侪阮的义卖品，大部分拢是阮家己做的，今仔日佫较特别，有人在因种的菜来卖吼，咖啡是无煮家己烘的啦吼，嘛有试啉哦吼，所以咱等者会使去遐啉吼。好，要开始进前，咱三个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你是阮的天父，你带领阮每一个人伫阮的生命的内面，去经历着你大能的双手。主，阮知影阮的生命是你所起造，你无放弃阮每一个人，你互阮伫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通经历着
你同在的快乐。即时我嘛要将阮中台教会所领受的见证，互阮的兄弟姊妹知影，互阮伫阮的生命的追找的过程的中间，通得到更较侪的快乐甲信心。恳求主你继续甲阮三家同在，伫今日信息的内面来养饲阮每一个人。我来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阮每一遍出去吼，阮拢会唱歌啦吼。阮就对囡仔有诶是伫巴肚内面诶，有诶时阵是抱诶时阵，就开始无款较紧啦吼。所以阮即马就邀请阮大家吼，阮中台教会兄弟出来，甲咱分享即首诗歌《俄勒主的疼》。感谢主咱爱学到咱上帝伫咱中间所做的一切。伫今日经文内面24节有安尼讲，伊讲要互万民知影，耶和华的手大有快乐。我想即个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以色列的百姓，拢有需要知影的，这是咱的使命。咱毋是干那领受主的疼，搁较济是爱知影，咱要将主的疼，互万人拢知。所以伫马太福音28章安尼讲，伊讲：恁爱去，互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求主帮助咱，互咱伫伊的内面，咱较实知上帝的疼伫咱的中间，互万民知影上帝的疼这是一个上好的使命。搁较知影的是，咱诚做一个基督徒，要安怎将
上帝会听，将上帝的气力、上帝大能的双手，互咱其他还未信主的人知影。所以我想一开始伫今日经文内面，咱就爱有知影一个真重要的信息，就是要互人知影上帝的大能，咱家己就爱经历上帝的大能。来，你对你边的人讲，你爱经历上帝的大能。阿免。所以约书亚在带这些百姓要过约旦河的时阵，甲因讲，伊讲当咱咧行的时阵，伫约旦河内面，这个族长爱将石头冒起来，摕去吉甲的所在，伫遐设立，这就好亲像一个纪念碑一样，要互因知影上帝安怎样，互因经历伊的大能。所以伊安尼讲，伊讲当这个石头立徛伫迄个所在的时阵，因这个百姓嘛爱甲因的后代安尼讲上帝伫你的头前，将约旦河的水互伊等因过来。所以这一直咧强调一项代志，伊伫因的头前，上帝伫伊的头前。我想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信息，咧甲咱讲，你吉家的这个纪念碑，这个石头嘛咧甲咱提醒，这个纪念碑毋是是一个纪念碑而已，上重要的是回想上帝伫因内面因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吉家是甚物所在？吉家的意思就是新的开始。希伯来文安尼讲，原文的意思是滚动，滚动的意思，就是讲上帝要拯救因离开埃及地完全的离开的迄个意思。所以求主帮助咱，立这个吉家的这个纪念碑，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生命的开始。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伫伊的内面，咱知影上帝手有大权能，是亲身来经历的。其实顺服就是这个经历圣神这个咱受到祝福的开始。圣经安尼讲，伊讲耶和华你们的神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因知影顺服上帝的引带是一个得到祝福的开始。所以求主帮助咱，你讲都要去行。所以求主帮助咱知都要去行的意思，毋是咱一帆风顺安尼掠定，搁较济咧，甲咱提醒一项事，就是安怎？伫咱生命的过程的内面，的确有真济充满挑战，甲即个困难的时阵。所以因咧行即条约旦河，其实对因来讲是有真大的惊吓才对。因为毋是因平常时有法度去经历的。特别嘛要甲因提醒，上帝安怎样甲因相甲同在。阮的教会设立较近是34栋，总是伫12栋前主互我伫迄个即个抽签去迄个所在牧会的时阵就一直感觉即间教会安怎真细有需要即个改变有需要做即个咱硬体顶面的一寡的修正，互教会会使搁较亲像教会所以阮的教会原底是安尼差不多坐30几个人就满真细总是嘛是伫迄个中间经历着20-30年即个聚会拢伫迄个所在，总是伫阮26栋的时阵就是我牧会两年外的时，我就突然讲无咱教会来试看觅，咱来修建咱的礼拜堂因为礼拜堂真正足细你看即个实立架的下骹有一个门对毋对？迄个门就是要去后壁的便所，要去即个厨房拢爱经过讲台即个礼拜堂中阁一个楼梯啦所以阁有外口的钉仔骹，所以内面坐20-30个就满。所以迄当阵就想讲，安尼咱礼拜堂就应该安怎来修正。迄当阵我就拍算要用20几栋的即个建筑基金来整修，互恁来要，阮欠20几栋的即个建筑基金差不多偌济？恁敢要有
摇无吼，吼，会足济袂？啊，摇头吼，唔知啦吼，OK， 唔敢讲我的这电刚刚要无电啊吼，我的这个快要没有电了，等下如果电池的话，20几档刚刚这个在咧讲俩，140万有济无？无济吼，因为140万可能做一寡拉皮吼，内面讲的可能要做一寡状况嘛，真困难吼。总是阮就想讲，安尼代开了了吼，咱就来做一个修正所以阮教会就决定讲好，安尼阮就要来伫迄个时阵做一个整修，总是无拍算当牧师迄当阵咧，阁是传道书的时阵，阮中会吼，就讲爱即个传道书拢爱去甲即个中会的即个前辈报告，阮伫教会咧做啥物代志吼，甲伊分享阮的事工，迄当阵阮甲伊讲的时阵，其中就一个牧者举手吼，阮迄当阵伫垦丁的即个优活度假村，伊就讲，翁传道，恁莫阁整修啦吼，恁就应该安怎去买土地啦吼。我牧师就心内想讲，140万是要买啥物土地啦吼？10几年前140万要买土地嘛无可能吼，可能买10坪吧吼，所以迄当阵就想讲，即个牧者哪会黑白甲阮讲吼，哪会有即款的提醒啦吼？总是随望这听起来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总是安怎？牧师家己刻伫咧心内。迄天牧师对即个垦丁转来的时阵，就甲阮的牧师娘伫遐讨论，即个牧者对阮的鼓励啦吼，其实是对阮的鼓励佮提醒，所以迄当转来牧师就去咱油厂一个所在等一下再讲所以头先咱讲着讲，咱爱先经历上帝的大能。我想头先讲要修正阮的教会，其实对阮来讲，就是嘛是想要经历上帝一个改变，因为20几年咱的教会拢无啥物大的改变，所以当阵就是想讲要安尼做，总是无拍算。上帝咧提醒，咱毋若是要经历上帝的大能，佮要安怎持续的经历神的大能。来，你对你边人讲，我们要持续，咱来持续经历上帝的大能。来，咱来持续经历上帝的大能。这21节伊安尼讲，伊讲伊对以色列百姓讲，日后你的子孙问因的老爸讲，这个石台有啥物种意思？伊讲，你爱互地面上的人知影，耶和华的手大有气力，嘛要互你永远敬畏耶和华恁的上帝。伊讲，恁爱永远敬畏耶和华恁的上帝。这是一个永远意思是啥嘛？就是持续，就是不断去经历，毋是刚刚一摆尔。咱常常讲，我们要持续，意思就是毋是刚刚一遍，咱来时常去经历。咱若要时常经历，咱就安怎？时常爱安怎顺服上帝的带领。所以头先讲到迄个牧者咧分享的时阵，牧师就安怎转来讲安怎？无咱来去看卖中台教会附近有啥物种的土地好所以迄当中阮就转来准备要来看我想这嘛，互咱看到一项代志。其实这个上帝的带领拢真特别。要互咱搁较侪经验，伊会带领。耶和华嘛安尼讲，伊讲我的意念毋是恁的意念，我的道路毋是恁的道路。天怎伊悬过地，安尼我的道路嘛要安尼悬过恁的道路。我的意念要悬过恁的意念。上帝不断咧带领咱突破咱的困难困境。所以迄当阵转来的时阵伫垦丁转来，我就去咱的附近的所在看到一块土地。咱有看到迄个广告是啥无？来，私有土地标售偌济钱？1688万有济无？有济啦对阮来讲有济啦总是迄个坪数是121坪121，对阮来讲有够大因为阮教会才20几坪尔所以当时看到讲总是阁看到一项代志，就是伊开表的日期是102年8月15。迄当中我看到是103年的时阵，哇！心内就咧想讲，
这着土地，毋着已经开标已经了啊吼，毋知阁有机会无？恁想迄块土地敢标出去啊？恁举手者，我有礼物要送。恁想敢有？来，你举手啊，好来。你这有标出去无？啊？有无啦？好，OK 好，你安尼你但是你有抓手，你嘛是互你啊 ，OK 伊当有举手啊，无标出去啦吼，迄当阵未标出去啦吼，好，所以牧师就紧敲电话甲伊讲，伊讲未标出去咧吼，总是安怎？伊讲都已经要开标啊吼，阁过3个月准备要开标，所以呢，我就紧转来，到个牧师娘，隔2工就去即个地政事务所，去看迄个土地。恁看，即个土地是一种动物，再个人举手，举下手吼。你感觉即土地像一款动物？什么人讲？较大声举手。鱼啊，对，来即个戴口罩的即个姊妹，来，亲像一只鱼啊，敢有像？有哦，牧师迄当阵都无看到呢，看袂出来。但是阮牧师娘较有熟练的眼光，伊讲，亲像一只鱼啊呢亲像一只鱼啊，有像无？安尼有像啊？有啦有人感觉无像，过来安尼有像啊安尼就有像。圣经内面亲像鱼仔的故事有啥？举手。来这个，你讲有得人如得鱼拍拍手来来这样，好，得人如得鱼啦无毋对，佫有啥五饼二鱼嘛是啊所以我有感觉这个土地袂歹哦有遮尔好的意思我想上帝的这个心意一定无共款。总是安怎？咱到底是要买土地，还是要安怎修建咱原有的建筑？这是毋是嘛？是一个真大的挑战。所以你感觉阮的长子敢会同意讲要买土地？袂啦对啦这才是正常的，OK 若讲好安尼教会个怪怪总是安怎？对啦，阮定做真讨论的，总是安怎？其实上帝真特别，阮刚刚讨论半点钟，阮原底嘛是咧讨论安怎，就是安怎1688万是要安怎付会起？阮人这30几个人是要安怎承担这款遮尔大的责任？而且土地就1688万啊佫有安怎爱起呢？佫爱起呢？咱要都生钱所以阮就讨论这个代志。总是安怎？真感谢主，迄当阵我是3月看到的，迄个年初的时阮就一直咧讲大卫安怎拍歌利亚，搁迄个12个探仔去看这迦南地转来迄个约书亚，伊甲摩西讲，咱会使赢，所以即款的信心的故事一直咧讲。所以当我看到迄个土地的时阵，阮就咧讨论信心的代志，信心的代志，所以阮就迄当阵就讲，安尼咱来试看觅，若是上帝的意思，咱就安怎，咱就伊标起来，而且上帝一定安怎来负责，所以当阮迄当阵牧师特别丰富3月看到土地，牧师是即个5月4号就任丰牧，5月20号，阮就要开标，要去参与即个开标的代志。头仔讲140万，其实阮当阵连即个投标的资格都无，因为都爱有168万1/10，才会使投标阮连168万都无，总是当5月4号，阮丰牧了，阮教会就有即个收礼金有够无？有呢有够而且呢，佫有中了中偌济你敢知？中2万块。阮教会所有的钱轻快，刚刚剩2万块。5月底的时阵，刚剩2万块。但是阮教会中间拢无人讲话，我无甲牧师讲，牧师，阮剩2万块，你后个月薪水要怎办？咱教会的即个经常费要怎办？拢无人讲阮就足欢喜，就安怎要来标土地要标土地，到底是要标偌济？
吼，牧师心来讲，无咱就加1、200万才对啦吼，势在必得啊吼，但是阮当时讲，伤济呢，有人讲无卖，总是阮教会到后壁，阮安怎，阮写1700万，吼，加10几万，吼，11万多，吼，迄当阵拄好有一个人叫林书豪，伊就17号啦，吼，我讲17，真好，吼，这有符合这时事议题，赞，吼，咱就靠着祈祷，加11万外出去尔。迄个台湾讲即个叫阮买土地，迄个长辈，还有讲恁到底是加偌济啊？我讲11万，恁一平要加11万哦？我讲无咧，全部才加11万尔，伊嘛足紧张的，所以伊就安尼台湾讲，你来加油，加油，好好祈祷，所以我迄当阵带阮第2个查某囝，迄当阵2岁尔，我就甲伊做伙去看开标，哇，去到迄个所在，紧张啊，因为毋是讲阮一个人要标尔。佫有其他2个，其实就是阮迄个土地边迄个遐的地主嘛想要甲伊标起来，所以阮就牧师就紧张到底有标着，会标着还是袂标着？什么人是最高标啊？足紧张恁感觉有标着无标着？有啦恁拢知影，因为恁在地阮省一个礼物足紧张第一遍出去。结果呢有标着啦就是迄天即个5月20标着，牧师就伫即个FB 顶面甲大家讲，就有人讲安怎加油，加油！到我去的一个大师就讲安怎，迄边第一天到我去，伊讲我嘛第一遍熟悉伊，坐伫咧电梯内面，伊讲牧师恭喜恭喜，伊要离开的时阵，阮出去即个电梯，就甲我搭肩胛头讲，牧师。加油啊 ！OK 刷落来就安怎一个月安怎爱总出1000多万，头先我讲阮教会剩偌济钱，剩2万块，所以我就伫 FB 讲叫遮一寡的同学学长学弟就讲会使去募款等等的所以上帝就安尼甲阮陪伴。可能姊妹有时阵真正的失败，毋是无完成，其实是因为毋敢开始。所以我想。上帝咧帮助咱，伫咱的生命中间，我们有许多的里程碑，立真侪的即个纪念会照。总是有时阵，咱袂记得，我们不是只有怀念过去，我们要持续的，咱来持续经历上帝大能的相手。所以第3个伊讲安怎，咱来互万民知影，安怎高举佮宣扬上帝的大快乐，下面牧师嘛有要邀请一个姊妹，甲咱三个，阮的一个姊妹甲咱三个分享，阮建即个募款的过程的内面，安怎样去经历上帝的即个丰富的恩典，来，有麦克风，好。各位兄弟平安。我相信有足侪人捌我，大家拢对我微微笑。我伫30几岁以前，30几岁的时阵，我对做营搬来，因为我调学校，我伫第2国中调来油厂国中，所以我也搬伫遮买厝，所以搬来遮。我的细囝也伫遮读幼光。然后读主日学，得到油厂教会兄弟姊妹足侪的听叹，伫遮感谢大家。因为迄阵牧师决定要买土地的时阵，我的职要伫遮，所以我无做中职。阮咧练圣歌队的时阵，牧师就甲阮讲即个消息，我第一个想，哪有可能？真正是哪有可能？我甲牧师讲，我感觉牧师太冲动了，咱的人遮少，伊讲30几个，其实有时来做礼拜超20几个尔，而且阮的兄弟姊妹拢是普通，大家一个月可能趁几万块，阮无迄个足好野的人，所以
我感觉讲，阮遮少人奉献也无济，哪有可能去买土地，搁起1000几万？对阮来讲，那像天文数字。我一直甲牧师讲，迄无可能，毋通啦，安尼啦吼。结果我咧讲的时阵，边仔的北方有一块磁铁，12架磁铁拢落落来，我敢若听到啪落来，我就甲捡起来。结果捡起来，我一看，伊顶管写啥？你敢知？伊写：在人是不能，在人是袂会，在上帝万事拢会。哦，我迄阵感觉，我互上帝算讲一个，还是扒一个，我带一个，上帝咧甲我讲话呢，吼，我有想一个啊，然后我就无对迄阵起，我就无甲牧师讲，无可能，卖，我就无讲，我顺服，但是顺服了，面对的是现实，对毋对？咱需要遮侪钱来买土地，尤其搁标着惊死人，真正爱买啊！吼，好，牧师迄阵一直教示阮5块饼2尾鱼，因为伊感觉迄块土地是一尾鱼啊，伊足欢喜的。伊直教示阮5块饼2尾鱼的故事。那5块饼2尾鱼的故事，就是讲，咱毋是讲好，阮要建堂，阮坐喺遐，上帝就甲钱买落来互阮。咱爱有奉献，咱爱有出力。迄个囡仔若无奉献5块饼2尾鱼，5000人都无法度食饱，坐喺遐等就是无。所以，阮就想讲，啊，咱嘛爱拍拼来尽一份力，尽量看会当趁寡钱呗。迄阵我退休无偌久，我爱学白变，学白车物仔、车衫。啊，我拄啊好对迄迄册内底车一顶，家己车一顶帽仔，足欢喜的。我迄阵想讲，无我车帽仔来义卖看看。所以，阮第一遍的义卖，第一遍的出去募款，伫华中教会，我带5顶帽仔去义卖。结果，阮的兄弟姊妹看到我安尼，有的也去学做裁缝、做包包、做迄个袋仔，吼。然后，咱的美惠姐做足侪手工皂，互阮义卖。然后，阮教会也有原住民的姐妹，伊穿珠仔迄袋仔足水，足有特色。啊，甲12架，哦，大家拢拼家己的摕出来义卖，吼，希望讲替教会加趁寡钱。尤其阮的牧师，伊去学咖啡，我后来才知道伊去学咖啡是爱开足侪万箍，去学安那品咖啡，安那烘豆啊，安那煎豆啊，吼，所以也真做阮伊的一个主要的商品。阮的牧师，吼其他的兄弟姊妹，只要讲阮要募款，需要司机，阮有时走较远，大家拢欢喜来奉献，甚至迄阵咧练那个献歌队，拜托讲来练献歌队来唱，无人要啦，我袂晓唱歌，我安怎？结果讲募款爱练习，大家拢出来，大大细细拢出来，吼。所以真正是感谢上帝。啊，伫这个募款的过程，有几项互我感觉介感动的，就是有一遍，阮去高松伫足南边的教会募款了。隔日，牧师甲阮讲，隔日有一对老夫妇，骑乌多摆哦，毋是赛车哦。不来阮教会奉献20万，我听到有够感动。阁有一遍，我去台中，就是牧师公进主会教会、蒙恩教会，因为因若是2场的迄个礼拜，我先参加第1场，然后第2场我出来顾义卖的物件。
然后当天入去参加第二堂的礼拜。第二堂的礼拜一结束，所有的会友冲出来，把阮的物件几乎卖了了。然后呢，譬如说伊买350，伊摕400，然后想的讲，牧师讲毋免走，我想讲是你买物，哪会讲牧师讲免走？结果等当天落来甲阮讲，牧师伫第2场的礼拜有甲伊勉励，讲恁的教会是一个大好野人，奉献地、奉献建堂基金，所以因拢总无经历即个建堂募款的过程，所以人真有需要，恁爱尽力帮忙。伊讲遐义卖物件，你若有需要，尽量甲买；你若无需要，你袂当买起来做礼物送人。伊讲定价也足俗的，若走卖互走啊啦，遮麻烦，所以大家甲阮的物件几乎抢了了。我毋是勉强恁若爱安尼对台湾，但是我希望你唔爱会当坐坐来甲阮交关，互阮会当有较侪的收入来建堂。多谢恁吼。再来，阮的牧师讲，咱像圣诞老公公，伊逐遍若来，就奉献足侪钱，互阮会当度过阮的欠费。阮也非常的感谢阮的牧师公。最后，阮对建堂的过程中，真正是体会到兄弟姊妹对阮的疼，而且也经历到上帝5块饼2尾鱼的心意。多谢大家。我想咱毋是刚刚缅怀过去吼，搁较是安怎展望搁较好的未来，也就是持续不断经历神的大能的手。所以，亲像这个姊妹所讲的，其实毋是咱人熬，是安怎？是上帝的气力。所以咱毋是高举人，咱是高举咱的上帝。咱将咱的荣耀归伫咱的上帝。所以求主帮助咱，亲像头仔即个经文所讲的，耶稣来讲安怎？在人是袂话安怎？在上帝凡事拢话。真正，即个十字架，就即个姊妹就安怎？对迄个时阵，伊就安怎？占为己有，收起来。摕伫伊生命中间上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若有请伊出来见证，迄个十字架的即个磁铁伊拢炸掉啦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纪念，总是嘛是一个真好的提醒。上帝安怎讲？伊讲安怎？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求主帮助咱，我相信咱有像教会嘛是过去或者是即马未来，拢相常要不断经历上帝大能的双手伫咱的中间。诗篇16篇伊安尼讲，伊讲我定定将耶和华放伫我的头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跌到摇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体嘛安然徛起。求主帮助咱，这是咱信仰一个基督徒有的信仰的这个表现。咱有需要伫上帝的面前，咱来时常献上咱的儿女。这就是咱教会徛起的所在，咱都真熟，因为咱是在地人吼。这真水的所在，这嘛是就是这个所在吼。好，这原底是生做安尼啦吼。这个以前这个庆昌加油站咧广告是这面广告墙吼。结果有一遍我去募款，有这张图，有一个人看到迄个广告面顶有4个红字，真特别。伊讲喏，一次 OK， 你有看到无？我讲迄个募款的时阵，拄好一个人讲，你面顶写一次 OK 呢吼，真正上帝一次 OK， 阮的土地，伫即个真短的时间内面2个月，第一项是上帝互阮时间，原底是1个月就爱装钱装出来，但是市政府讲喏，互你2个月，这毋知是安怎样伊就互阮2个月的时间，伊讲等你钱传好。你才敲电话甲阮讲 ，OK 这是第一项。第二个是等阮真正1个月时间装袂出来，2个月以来，阮装差不多要2000万。所以安怎
互市政府交出去了，搁剩300几万，吼，过来刷落来，阮就安怎开始伫中会，阮中会募款募400几万，一年的时间，阮有一年的时间，阮去40几遍募款咯吼，啊，阮就门拖落来，啊，过来就全部的大大细细去中会，阮寿山中会募款募40几间，吼，啊，所以真辛苦，总是上帝不断咧甲阮带领 ，OK， 好，是毋那安尼，等阮募款2年以后。阮继续甲隔壁的土地49坪，搁来买起来。哦，安尼有足稳定无？有吼，哦，就亲像咱头仔所讲的，我们要不断的经历神的大能。所以上帝一直咧带领，哈，我嘛是用现金，阮所即个募款的即个钱，就付清800几万，而且佫有剩。所以对一只鱼变做另外一个动物，敢佫有奖励品，好咧。亲像什么动物来知的人举手？毋是，来个动物，动物。什么人讲鸟啊？举一下手。无输牛来，无输牛啊！亲像一只鸟啊，鸽子，好，来，互恁看哦，有像无？有啊，有像啦吼，亲像一只鸟啊，鸽子有吧？有啦好，袂歹。而且阮就终于啦吼，伫2020年，阮开工动土的典礼吼，2020年这嘛真特别迄当阵的铁价其实波动，物价波动没有很高，阮2021年就真正落去动工，咱知影疫情的时阵，即个嘛足缺工的才对啊吼。但是阮拢无欠工，阮差不多当半的时间就起好啊，总是阮就伫旧年的时阵，阮就搬入去，旧年的差不多即个时阵，阮搬入去大城使用，阮就趁即个咱南仔溪厝一直咧起的时阵，最高点，的时阵会紧来卖掉，阮旧的礼拜顿来卖掉，卖掉了后就安怎厝价就平缓落来，有无？你有感觉？咱在地咱都知影吼，所以上帝带领有足特别无？真正足特别，拢有伊的时间的吼。OK， 真好。所以我想咱真正看到中台教会对无甲有的即个过程的中间，互咱看到上帝咧带领。腓立比书安尼讲，伊讲咱无需要挂虑咱就借着祈祷祈求感谢，将咱所需要的。甲咱的上帝讲，箴言16章30嘛，你讲恁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们所谋的就必成立。感谢主。以赛亚书30章21节讲，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中间。”这段经文其实是阮中台教会一个真重要的经文，我们要行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中间，不偏左右。所以感谢主。虽然是30几人的教会，总是阮每一个人所承受的使命甲重担，我感觉足用功的，30几个人爱派偌济钱，派700-8千万的这费用，总是安怎？上帝一直互阮无共款的经历。这是阮教会1楼有水无？这刚咖啡厅咧吼，咱有机会无输才带咱的长集去阮遐啉咖啡啦，袂歹吼。即摆过年的时阵兄弟姊妹拢转来吼。这是阮2楼，阮即摆因为建筑还未摕到使用执照，所以先伫2楼的副堂做礼拜。头怎？这是阮的副堂会使即摆会使坐80-90人啦吼。总是阮的主堂会使坐200几个人安尼吼。OK， 所以这就是鸽子甲这鱼拢是真好的圣经内面的意思。所以求主帮助咱我想伫今日的经文内面，咱要安怎互万民知影上帝大能的手？第一项，咱爱安怎先经历上帝的大能；第二个，爱持续经历上帝的大能；第三，咱爱高举宣扬上帝的快乐。亲像牧师咱陈牧师咧讲，伊讲，迄是一个悬悬踩伫迄个所在。有明显无？真明显，而且真水吼！我有一遍伫阮教会咧压花的时阵，2个国中生徛铁马过去讲，
那个是民宿啦，哈 ，OK， 好，真水哈，好，伊讲那个是民宿，啊，这是真特别的一个设计吼。头先所讲，咱中台教会甲咱邀请，咱有真侪义卖，因为阮差不多佫欠2500万，其中1000万是这无息的贷款吼，无息的借款，1500万是贷款。所以阮一个月爱还15万，那14万外的这个贷款甲本金啦吼。我感觉是有重担，总是阮兄弟姊妹真努力，嘛足侪阮外位，毋是阮教会的人听到阮的需要，拢会为着阮奉献。所以甲真个还没有开天窗，总是剩无济啦吼。所以嘛毋望咱会使继续为着阮来奉献。为着阮来买这义卖的这物件，特别阮像去年2年疫情的关系，阮都拢无出去募款，阮阁需要付工程款，所以这拢足侪重担，就是总是拢阁有够用，所以真正你很难想象30几个人要负担7、8千万的费用吼 ，OK， 所以这就是这只鸽子的土地吼。OK， 好，阮即届手工艺品吼，阮有十字架、零钱包这的物件吼，咱拢会使落去购买。若有爱啉陈年的普洱茶，这嘛下骹嘛有吼。阁有茶树精油是阮牧师娘的即个亲情，伊家己炼的茶树精油吼，很纯吼。过来阁有人奉献册吼，阁有牧师家己烘的咖啡哦吼，真正家己烘的，毋是假的哦吼。昨阁包这挂耳包。昨遮无现包的挂耳包吼，咱拢会使去购买，好 ，OK， 好，所以求主帮助咱，伫今日经文内面，咱不断去思考，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你安怎去经历？咱要安怎互万民知影上帝的快乐？我们怎么承接这样子的使命？这拢是上帝爱咱不断去经历的，所以求主帮助咱，继续伫咱的教会。内面，咱继续经历上帝的疼，经历上帝的大能。我想北京教会甲咱的建堂到底有啥物关系？其实就是参与伫国度的建造，嘛是参与伫安那属灵的征战。头先咱牧师讲安那建堂是教会就是这魔鬼上无介意的代志，所以真正有真济属灵的征战，所以咱做伙来参与。我想这个征战，这个参与上重要的就是安怎？领受稳定的时刻，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继续伫咱的生命中间，不断去经历上帝大能的双手。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互阮中台教会经历这尔济你的快乐，你的带领，阮嘛看到你不断伫这内面继续咧做工。主，阮知影阮所徛的石，毋是缅怀过去，毋是看过去尔定，搁较济是知影。主，你伫未来要成就搁较侪新的事，搁较大的事。主，我嘛欢喜将油厂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交托伫主你内面。主，阮知影你赏赐因有好的牧者团队，你嘛互遮的中一同工咧带领油厂教会无论是宣教，无论是建造教会内面，主你拢互因有好的意向、好的同工，合一的心、合一的灵。所以主，阮知影你烧香要祝福伫油厂教会众兄弟，所以阮将中条教会、将油厂教会兄弟拢游玩仰望伫你，求主你带领阮开创新的未来，互阮伫新的未来的中间不断看到新的事伫阮的内面。阮感谢你，安尼献上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免。这是咱来吟回应诗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请起立吟全首。无
那这咱来代祷，特别为着中泰教会建堂所有的需要求上帝施恩赐福透过兄弟也会当用疼心、用信心来参与伫这个建堂的事咱献上代祷嘛，为着咱教会伫7月22咱有幼工幼儿园的毕业典礼咱为着这个代祷为着咱中级也有一帮的联谊会伫后礼拜主日下晡献上代祷咱也为着8月初5有木木亲子嘉年华这个活动，望有较侪人参与，也会当听到福音，会当进入教会。为着软弱的肢体，特别为着咱的社区干事浸会姊妹来特别代祷其他有真侪咱所在，咱献上祈祷兄弟，请咱为了咱家己，咱也排列，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3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伫这个主日特别会当关怀伫中泰教会建堂。主啊，中泰教会真正是上帝你的手关联所带领。主啊，经历最新约技术的教会，互因有5个饼2尾鱼的信心。主啊，会当看见上帝你成就人看起无可能的代志。感谢你，主啊，你继续施恩，恩上加恩，福上加福。透过最兄弟因参与，互因拢无拄着困难，会当来见证上帝你的荣耀。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阮特别也将你的圣话仰望你。阮若有主啊，阮的幼儿园的毕业典礼7月12求你带领，阮的中级的联谊7月23求你赐福。互阮会当更较结连伫你，阮教会所要当的代志，拢会当顺序来进行。主啊，将阮8月初5有这个木事情，主啊，望社区人来参与，会当听到福音。为了阮中间软弱的肢体，不离仰望，求你立为手搁伫因的身躯顶，特别为了敬畏姊妹，主啊，求你，互伊会当因为上帝你的手伫的身躯顶，主啊，你互伊会当。透过信心来宣告，主伊要得到完全的恢复。主啊，听阮众大家祈祷，兄弟姊妹，主啊，这炎热的天气，求你保守，就是阮平安。主，阮多谢你，互阮会当伫中泰教会建堂的主日，互阮有份伫因的建堂事工。求你祝福兄弟所奉献的，透过信心所奉献的，经历上帝你。大的权能彰显伫因的生命中间，伫因的生活中间。主啊，阮感谢你，求你祝福，求你也祝福你的圣话圣工拢会当顺利来推动。主啊，阮将软弱的肢体仰望你，特别将姊妹仰望你，愿你行信力会当彰显你的权能，互伊当得到完全的恢复。主啊，兄弟姊妹的祈祷摆咧伫你的面前。主啊，照着因的需要，上帝你美好的旨意成就伫因的中间。主啊，愿你伫阮中间来得到你应该得的荣耀。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较济，即时请咱即时来收奉献。伫咱周报内底有中泰教会因建堂的奉献录是即个粉红色的，有感动人。即咱有即个奉献录请咱有听到。洪牧师甲迄个明年老师所有这个奇妙的分享，上帝带领，我相信咱会当有份来参与、来支持为了这个建堂的事工的需要，我相信咱凭着信心为因所献出的，上帝的确要纪念，也要祝福。即伫咱结束的时阵伫外口真正有真侪好物件咱会当来透过即个义卖会当对因有帮助
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主啊，阮所有一切的，主啊，拢是上帝你所创造、你所赏赐的。主啊，阮为着中台教会会当来奉献，阮看到主你伫中台教会所行的事，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嘛会当经历上帝你的能力，会当持续，会当高举上帝你的能力，嘛求你祝福伫中台教会，嘛祝福所有阮一切奉献的兄弟姊妹，会当得到上帝你的恩典甲祝福。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因奉献祝福车恳的诗歌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天下万邦万国万民，愿爱上帝名行诚实。三位一体上帝，遵命流传直到万世。祝祷咱家牧师，咱恁通平安去，透过上帝恩典，互恁会当参与伫上帝国度的起造，搁会当来经历。上帝你恩典的大能会彰显，也会当有份伫中泰教会启堂、建堂即个中间所有一切精进需要，透过恁所做的，会当看见上帝全能的手扶持帮衬，祝福伫即间的教会。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支持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避讳。